Hello，大家好，早晨，我係 Pat， 今日又同大家分享我營養早餐。首先準備400毫升嘅 East Spring 淨水，然後係營養代餐 Body Key。今日係草莓口味，只有係植物蛋白素、膳食纖維、益生菌、綜合營養、魚油 Omega 3，然後將佢搖均勻。哇 ！Cheers！ 你都跟我一齊食營養早餐啦〜